港人朋友嚟到珠海之後，除咗山姆，仲有咩好玩呢？ Kelly 今日同大家推薦嘅咧就係華發雲璽啦，因為我哋由港珠澳大橋延長線一落到嚟，或者係九洲港碼頭一出嚟，就可以嚟到我哋呢度啦。你睇重嘅圈層社交就喺度啦。落樓自帶咗1100平方米嘅會所，除咗露天嘅無邊際山景泳池，仲有室內嘅健身房、瑜伽室同埋書吧，都喺屋企樓下。你要知道，你喺度揀嘅唔係一套樓，而係一種生活方式。華發雲璽首推半山海景豪宅，我哋嘅面積段由110平方米到140平方米嘅單位，全部都有齊。最緊要係，哪怕最細嘅單位，我哋都可以頭排望到永久性無遮擋海景。咁我哋即將要盛大開盤，如果話想要領取我哋第一手嘅消息同埋內部優惠嘅話咧，馬上喺後台私信 Kelly 啦。